前，咱要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咱要做伙来祈祷。首先，咱要为着圣神降临也充满伫礼拜堂来祈祷，求主差遣伊的圣神伫咱的中间，毋是干那伫礼拜堂，也伫咱的心内，互咱的心柔软，会当听伊的话语，佮照伊的话语来行。互即个礼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伫天父上帝的面头前，诚做伊心欢喜佮满足的，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守护阮敬拜你的特权，佮互阮会当亲近你，诚做你的囝儿。主，当阮伫遮呼求你的圣神来运行伫整个礼拜堂，也进入阮的心来充满伊、敬信伊，互阮的心柔软，会当诚做好徒，互好的真理的种子会当伫阮的心内长大，结出果子济济，互阮心受教，耳通听。也互阮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第二，咱为着所有的同工来祈祷，因得服侍，咱就用祈祷来扶持，亲像早前摩西的同工共款，咱也安尼来照圣经的教示来行，互咱的同工无论伫倒一个角落伫服侍，拢有咱用祈祷来扶持因，也求主互咱整个服侍的团队，诚做一个合一无破口的团队，来荣耀主，佮利益众人，来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呼召阮，诚做你的同工，诚做你的奴仆，来服侍你，佮服侍众人。主，你互阮伫服侍内底无孤单，因为阮有你做阮的同工，就凡事无惊。主啊，你也守护阮做同工，通啊做伙来服侍，互阮诚做一个无破口的团队，合一来见证你荣耀的名，佮互阮手所做的工来诚做众人的利益。主，阮知阮志未世。也无够野，无论伫聪明，也是才情，也是逐项，拢无够野。就阮愿意的时阵，阮立志的时阵，阮忠心服侍的时阵，求你用你家己的恩典、甲智慧充满，来补足一切不足，互即个服侍会当归荣光你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最后，咱为所有参与伫礼拜，无论是咱的兄弟，也是新朋友，特别为着今仔日要接受洗礼，也是信仰个别，来诚做上帝的囝儿，来加入相连教会，咱的兄弟，咱的亲人来祈祷，互因今仔日的日子，诚做一世人的日子，也互咱所有人各一摆定心日子伫主的面头前，愿意用新的生命，愿意用新的做人做事来荣光上帝的名，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将所有要参与伫礼拜兄弟姊妹，放踮你的手中，主因若伫路中的，你就互因无脱界来到圣殿敬拜你。主啊，阮也特别为着今仔日要洗礼，要信仰个别，要加入教会兄弟来祈祷。主，你互因的心坚定，主，你互因充满上帝恩典的同在，互因今仔日的日子，诚做一世人拢无后悔的日子。主，因所信的若不足，你就加添。主啊，也互阮所有的基督徒，阮所有兄弟，搁一摆定心日子伫你的面头前，互阮会当嘛当行天路，一生无变化。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安静来准备心礼拜敬拜咱的上帝。
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对各国、对东、对西、对南、对北，所聚集的人，拢着来安尼讲。伊带因行直的路，互因到通徛起的城，因为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人拢着学了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是圣礼典的主日，咱要来受洗以及来接受信仰告别。所以直接咱来做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1首，上帝至权，我爱学了，请起立。请咱犹原徛伫，咱来做伙共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着圣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上公共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摆大名。阿门。请坐。咱三个来祈祷。至圣阿爸爸上帝，主阮感谢阿罗你，今仔日是圣的主日，嘛是圣灵教会要来举行圣的典礼、洗礼甲接受更新礼的日子。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伫阮的圣灵教会，互阮的教士日日的真大，会当成做台湾正教会的帮站。特别上帝，阮搁一摆献上感谢，因为你毋但是至权至大的上帝，你更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圣灵教会新增分堂，自从去年2月初6开始礼拜甲单，
嘛对20外名聚会的成长甲打将近50名固定主日的礼拜，我要大大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呼召阮，赏赐气力互阮，搁听阮的祈祷，互阮会当顺利通过改建的工程，打已经进入工程改建的当中，阮预计今年底就会改建完成，成做新庄地区宣教的好所在。阮搁一摆恳求主耶稣赏赐大权能、气力伫阮的牧师甲正当工的顶面，互阮新庄分堂会当成做新庄地区的祝福。主啊，阮也为着三支安养中心的新的牧者，为建上牧师来祈祷。阮感谢你呼召为牧师来三支安养中心服侍阮的时代。恳求主耶稣亲自施恩祝福为牧师、牧师娘甲伊3个囝，还佫有新妇甲孙，祝福因规家平安喜乐伫服侍的顶面，哪服侍哪加添迄个气力。主，阮搁一摆献上感谢，纪念因的服侍。我们为着辛苦病痛的兄弟姊妹，我来祈祷，恳求主耶稣亲自医治因、祝福因，互因紧紧恢复健康，转来到阮的中间，做伙来敬拜你。主啊，赦免阮的软弱，也赦免阮的罪，互阮因为你的怜悯、赦免，重新站立，徛踮伫你的面前，成做新创造的人。阮为安尼来感谢阿罗主，祝福阮今仔日的礼拜，互阮今仔日的礼拜搁一摆会当恢复甲你的关系，成做有气力的基督的门徒，一生传扬主的福音。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知阮安尼祈祷犹原无够额，直接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祈祷。我你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去行，伫地面亲像伫天里。阮的仪式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阮的人。无得怎样死，就叫阮在你的爱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着咱来启用第3篇诗篇第8篇，我来启，各位来引。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对囡仔甲食年的嘴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啥物？你笑脸伊，你予伊比天使囝较输。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牛，天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咱煞接咱来邀请信歌队来学乐，伊要唱的诗歌是伊要牵我手。
感谢信歌队真优美的诗歌，因为主听咱到极，伊要看咱的手。阿免。直接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8节。我用现代台语汉罗版来读。因为基督的听，吹逼
阮做即个结论：一人为着众人死，众人就拢死；伊为着众人死，是要互迄个活的人，无国为着家己活，是为着迄个替因死国活的基督来活。所以对打以后，阮无国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阮曾经用人的标准来捌基督，毋过现在无国安尼捌伊。安尼无论啥物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成做新的。这个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因国和好，搁将互人甲因和好的职务交代阮。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咱听伊的话，照安尼行的人。煞接，咱要邀请本堂的牧师梁牧师来传讲信息。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有淡薄仔贴合的吼，是我非我，有我无我，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大家平安，买当讲白话啦吼，是我毋是我，有我无我。足爱头拄仔的诗歌，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即使魔鬼得要赢，伊要牵我手。因为主听我告急，伊要牵我手。自细汉阿公阿嬷拢会唱台语的诗歌，尤其是人生拢有艰难困苦，服侍嘛会拄着困难的时阵，即首诗歌是因足爱念的。就我为细汉的时阵就常常听去，也分享互大家。因为主听咱告急，伊要牵咱的手。伫讲道头前，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呼召阮诚做你的囝儿，搁赏赐大家恩典，互阮会当服侍你，搁服侍众人，互阮会当有受教的心，有通听的耳。就我要照你的旨意来行，诚做你荣耀的见证。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做一个非广告吼，109号设到110周年历史文物展览的实物的展览，到9月底为止吼，无搁延后。所以请大家用即几礼拜的时间来去参观吼。礼拜日的时阵就你直接去就好，较听礼拜了就当去。那周间的时阵，欢迎搁较侪人带咱的小组，带咱的团契，也是咱做伙服侍兄弟斗阵去。1楼敬畏的所在，你就登记你的名，讲你是啥物团体，也是你是啥物会友，啥物名吼，来摕迄个卡。就会当去遐来参观吼，这是足特别的吼，咱无容易找到几啊件旧礼拜堂的器具吼。后届展览10年了后吼，错过可惜。好，转来咱的今仔日的题目吼，是我毋是我，有我无我。咱为一个讲谣语开始。即摆讲题是吼旧与新知的吼，古物新知的吼。啥物叫做古物吼？旧与吼，就是咱遮的已经信主久久啊，已经嘛服侍久久的基督徒。新知就是今仔日伫头前要洗礼，要个别信仰，也是讲打信主无久，才会兄弟姊妹。希望咱拢会当做伙得到勉励，也得到提醒。伫咱诚做基督徒受洗了后，其实代志才打开始尔。咱开始面对2种以上的文化的价值观等等的冲击，毋是干那传统的信仰、家族内底的信仰，犹古是遐个成团对中国儒释道3家柔和遐个信仰尔。也包括咱常常受到中式的教育，
所形成遐个价值观、遐个做法等等。所以，咱会看见基督教信仰对西方差不多2000年才会形成的文化、形成的做法，甲咱传统所受的这教育、这文化、这观念、这做法，因就开始冲突，也开始互咱思考，也咱需要调适。但是咱可能嘛会用即款方式咧看圣经，带着传统亚洲人，也是讲华人文化的价值观来看圣经，来解说圣经。但是咱常常会忽略一项重要的事，就是咱爱反倒来思考，反倒来想，反倒来做，是用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语，祈祷求主，互咱有迄个启示，用圣经的价值，倒来检验咱所受的这个教育，以及背后遐个文化甲价值观。因教学伫圣经无？因教学伫基督信仰迄个重要的价值观啊无？举两个例就好。第一个例就是咱常常会教示人爱谦卑，咱嘛自我勉励爱谦卑。咱讲功成不居，毋好骄傲。但是有当时咱会转变做一个无平衡的历史观，咱的历史内底拢无人名，空空无故事。因为咱讲毋好高举一个人，但是咱发现，敢真正圣经是安尼教吗？圣经内底上济就是人名。圣经摩西五经内底，旧约圣经内底有一卷一大堆的人名，差不多一半拢是人名。咱知影是倒一卷无？毋知等于小翻一下。咱若大概3年读经，读到遐就转去啊，因为足歹读的。毋是甲拢人名，佮拢外国名、希伯来文名，安那读拢袂顺。为什么圣经内底有遮侪人名？为什么圣经内底人做好事嘛记，做歹事嘛记？上好的例就是大比敢毋是？伊做足侪合上帝心意的事，记了清楚；伊做足侪上帝无欢喜的事，甚至10届犯3届。嘛记了一点拢无含糊，清清楚楚。为什么圣经爱安尼记载？所以我常常讲，圣经是上诚实的一本册啦。其他的历史拢毋敢安尼写，但是咱的圣经教示咱来面对咱的生命、咱的人生到安尼。为什么圣经安尼写？因为伊要甲咱教示一项事，就是无毋对，咱爱谦卑。毋好骄傲，但是咱也爱对咱所行、所想、所做来负责任，因为所有代志，上帝拢要检验，上帝拢要审判。所以透过圣经迄个真平衡、佮真整全的教育甲教示，互咱知，咱当时爱是一个忠实佮善良的奴仆。对上帝来讲，咱爱负责任。每一项事拢有结果，咱爱有好的结果，毋好有歹的结果。但是当时咱嘛爱谦卑，毋好感觉家己做一事事啦，就啥物拢是我熬。咱爱继续靠主，用谦卑的心来忠实服侍。这是第一个例。第二个例是因为咱的确开始进入一个选举的时期，咱倒来想30年前、30多年前，台湾单要开始民主化，迄个90年代，迄个时阵流行一句话，就是讲毋好想民主啦，会真乱。会记即句话无？迄阵真侪媒体甲咱安尼教示佮洗脑，迄阵真侪台湾人，尤其是长辈嘛，安尼深深认为毋好想民主会真乱。30年了后过去，咱的民主哪来哪成熟？咱倒来去检验即句话，敢真正对？其实伊是毋对的。因为圣经毋是安尼教示，圣经讲咱拢是罪人，所以毋好有一个人超过正人来做决策，因为安尼是危险的。所以独裁的体制永远是无合伫上帝的心意。因为圣经甲咱教示，咱爱尊重彼此伫上帝遐所领受的感动，
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听叹圣神的整个团体、整个团队内底共同的感动。上帝甲咱感动，大家哪讲的话哪来哪成，咱会往一个方向去行，无差错。这就是上帝带领咱团体、带领咱教会的方法。这就是圣经真正的教示。所以今仔日，咱要搁一摆，伫这个洗礼主日，伫这个信仰告别主日，等于到圣经上头前的教示，对救恩的教示，对基督信仰，对主内底新生命的教示，看到底圣经是怎样甲咱提醒。咱等于到今仔日所精选的圣经的经文内底，就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4到18节，咱要来看4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是上帝拣选我，上帝拣选的就是我。今仔日经文其实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甲勉励，是第3张批。这个批咱若详细去看，到哥林多前书较无共款。哥林多前书内底保罗足痛心的啦，所以内底真多的责备。但是到哥林多后书，咱会看见责备较少啊，勉励较侪。可见哥林多教会虽然是一个稳定、温顺、满满的教会，但是因的灵命小可较幼稚淡薄啊。但是这个教会虽然幼稚，但是会成长、会悔改、会进步，就保罗做老爸心得到欢喜、安慰甲满足。所以哥林多后书的迄个笔调、迄个口吻是较温柔、较宽勉、较欣慰的。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为最后一节就是结论来转来往头前看。伊讲，这的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和好，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咱。18节清楚甲咱讲，关乎拯救一切行动，拢对天父上帝开始，是伊开始甲人和好。这个行动，互咱伫伊的面头前，诚做会当接受伊拯救恩典的人，是伊亲自拣选、亲自拯救、亲自呼召咱，互咱诚做伊的儿女，有更新的活命。保罗伫另外一个所在讲了更较清楚、更较详细，就是伫以弗所书这个教会教示的批。第1章第4到第5节安尼讲，伊讲创世以前，上帝已经通过基督拣选咱，互咱伫伊面头前，诚做圣洁无缺点的人。因为上帝疼咱，早就决定通过基督耶稣，互咱做伊的囝儿来归属伊。是上帝。就是天父上帝，咱的阿爸爸呼召的就是你啦，就是我啦，就是咱啦。所以对咱今日开始，请咱一定要会记哩，我有一个身份，是到永远的身份，就是咱是天父上帝所宝贝的囝儿，是伊的后生，是伊的查某囝。所有的身份拢可能会过去。但是，咱是天父上帝宝贝的囝儿，这个身份要对咱直到永远的活命无停止。第二，非我，毋是我，就是当活的，无过是我，是基督耶稣伫我内面活着，诚做上帝的囝儿，有新的生命，互咱甲旧的生命开始断开，开始无共款。第17节安尼讲，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新创造的人是讲一个全然的心，毋是一撮仔旧、一撮仔新，各甲合做伙，是完全的心，是上帝让咱所做新的创造。我是上帝新创造的人，所以咱的思想、
咱的为人、咱的个性、咱的做代志，拢爱改变，拢爱更新。咱爱继续愿意讲，主啊，改变我，主啊，修正我，主啊，甲我活甲你欢喜为止。主啊，我愿意受你的更新，用基督十字架的精神。咱知，咱伫即个更新、伫即个修正内底，一定有痛。但是即个痛，要互咱无属的上帝拢受毒气，就咱会当圣洁无缺点来归伫伊，诚做伊的家己。所以14节安尼讲，一个人为正人死，就正人拢死。这个死要讲的是讲罪恶要死，老的我要死，过去的错误、歹习惯。甚至是遐个伤害，拢要死，拢要过去，互咱会当无重大开始新的活命。保罗就安尼甲咱讲，咱已经甲主同顶十字架，担活的无过是我，是基督耶稣伫我内底活的。我担的活是信靠上帝的囝的活，伊听我为我放杀性命。伊听我为我放杀性命，这是我最爱的一段经文。主耶稣听咱教训，为咱放杀性命。所以上帝听，毋是甲性命同款好，是比性命搁较好。伊听我为我放杀性命。亲爱兄弟，恁今仔日要受洗，莫袂记哩，这个救恩毋是无代价。这个救恩是极重的代价，只是代价，毋是咱的付领。这个救恩是上帝圣囝耶稣基督亲自用伊的性命为咱伫十字架顶所付的代价，极重的代价。伊是听我为我放杀性命。所以恁爱会记哩，担了后，过去的罪恶已经过去，过去的歹习惯已经过去，拢钉伫十字架，就死就过去。请恁会记哩，今仔日是恁第二摆的生日，受洗日就是恁第二摆的生日。所以恁伫新生命餐会内底会切一个鸡卵糕，祝你们生日快乐。因为伫主内底，恁顶头生。诚做新创造的人，请你永远一世人爱会记你这个日子是你第二个生日。第三有我，教会有我，服侍有我。16节安尼讲，所以对他了，我无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我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即嘛无搁安尼捌伊啦。即句话的意思可能甲以赛亚书53章真共款，就是咱若还未信主以前，咱看主就是伊无美貌、无真互咱当心酸的所在。但是咱若信主了，咱看主耶稣基督，伊的受苦、伊的死、伊的搁活，就完全无共款。咱会当为上帝迄个死搁活的重要性来看基督耶稣，咱会当用即个角度看咱家己。看咱身边所有的人，咱开始了解，无论一个人伊的出身偌好偌歹，伊的才能怎样，伊拢有一个足重要的地位，就是伊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伊是特别，伊是宝贵的人，咱拢是独一无二上帝的创造。所以你爱看重你家己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用极大的恩典所未赎回来的宝贝。所以，咱毋好伫咱的生命内底去毁类、去浪费。咱爱知，咱对担了后，拢是主的肢体。咱爱合一，诚做主的身体。咱拢是主耶稣的肢体。咱爱合一。诚做伊的身体，就是教会。咱既然是伊的肢体，咱就要发挥咱的才能、咱的恩赐，努力来服侍上帝甲众人，来成全信徒，荣耀主的名。
有当时咱的新加入的兄弟，拢会讲一句话：啊，我无啥物才能啦，啊，我无啥物会晓，我啥物拢袂晓啦。所以，当我有一天成熟，我才来服侍。这个成熟爱到见主的面才会熟好势。所以，咱毋安尼讲，咱来讲，我愿意服侍，所以有一天我会成熟，所以我会哪来？哪成熟，敢毋是安尼？服侍爱的是咱的心志，就咱所需要的恩赐，上帝会赏赐。佮讲一摆，咱若愿意服侍，立迄个心志，就上帝会赏赐咱需要的恩赐，互咱凡事交业。所以邀请所有兄弟，拢来服侍，拢来诚做愿意的同工，来成全信徒，佮荣耀主的名。第四，无我，毋好逐项代志拢要为我。保罗进一步甲咱讲，咱来互主的听激励，咱来互主的听催逼，咱来互主的听支配。所以英文讲的上好啦，你着爱互上帝来 push， 伊甲你推动，伊甲你催动，互咱会当诚做无搁为家己活的人，互咱会当替为咱死搁活的主来搁活。啥物款的活命？就是咱愿意开始吃亏，咱愿意开始牺牲，咱愿意分享，咱愿意帮赞。咱愿意无自我中心，无遐自私，咱无啥物代志拢为着我，爱餐口味爱亲像我爱食的，服侍形式爱我的，讲话爱请我听我爱听的，毋好安尼。咱常常为别人想，尤其是遐较软食的、较粗心的、较需要咱帮赞的兄弟来想，就咱会当无我，无搁为我家己。所以，咱若安尼行的时阵，咱会发现。咱为主来活，为迄个为咱死个为主来活，然后咱就活出迄个各活的新生命，亲像咱头拄仔做伙徛咧读《使徒圣经》讲的，我相信肉体个活，我相信永远的活命，咱就真正得告别咱的信仰。伫即个讲到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今年咱咧庆祝咱释教100周年。今年咱也伫遮纪念咱的社会第一任的议长，就是宣教师吴威廉牧师，伊别逝100周年。所以咱下半年有真侪活动，也有真侪咱要做伙做的事工。伫咱其中一个事工就是纪录片的摄影甲录影，伫即个过程，咱发现，刚发现一个真困难的事，就是威廉牧师伤低调啊，所以足侪资料足歹找。伊甲马介是个性无共款啦吼。但是伫即个摄影录影的中间，因为咱有请一个专家做伙来分享，做伙来讨论。其中一位就是对这个史料甲历史真熟的地方牧师，伊分享一个故事，咱应该拢爱知，但是咱其实拢毋知。就是伫即个宣教中心为淡水刷到双连这个过程中间，有发生一寡代志。1912年，马街伫咱对面来开，迄是所有宣教师，差不多所有教会拢赞成的，因为病院伫遮开，就有真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因为病院开始开，无论是即个病人，也是家属，也是附近的社区信徒，当然嘛有信仰的需要，所以开教会嘛是有需要。所以1912年到1913年中间，双连讲义所就是咱常常在讲的牛埔庄讲义所就安尼建立。然后110年来，诚做今仔日咱所徛起、所归属，做伙伫遮学了上帝的双连教会。但是，所有故事拢有一个但是。讲到第3步，就是台北新学校要迁煞无，就无共款的意见。大部分的宣教师感觉迄阵啊，遮开始咧发展。遮离台北府城较近，虽然也计是市郊，但是至少较近淡薄啊。因为整个台湾北部在变迁，
遮有大学生啊，遮有学校，学校搁进一步就变做新学校，是好的所在。拄啊好，吴牧师感觉无共款，意见无共款，伊感觉讲啥伤繁华啦，囡仔伫遮拢袂读册，着爱甲放点淡水，拐起来才会好好啊读册。到即马吼，抑阁有足侪私立学校拢安尼感觉，放点较遥远的所在，才会乖乖啊读册。但是所有的人拢毋是安尼想的，吴牧师无坚持家己的意见，伊就顺坦伊所开始的民主合议的制度、共识的制度，顺坦圣神伫众人中间共同的感动，所以迄阵啊新学校就搬来即马台年的所在，甚至伊顺坦到什么程度，伊就亲自设计、亲自起造。迄阵啊，台北新学校，咱若有机会去看迄个旧的相片，咱会发现，迄个学校起了有够好。咱若有看见，也有参观过国外遐老牌大学的时阵，咱就看见足共款的，遐树仔足济，地足宽，所有的建筑物足水足坚固，伊的迄个设计足，互人足感觉印象足深的。伊愿意放下伊家己的意见，顺坦众人的意见，然后起一个真水、阁真好势的学校。甚至伊嘛继续咧想讲，要为双联要甲圆山啊无，虽然后来无成功，但是这拢毋是为伊的意见开始，却是为大家做伙做的决议开始的。吴威廉牧师这个足特别的特质，互咱会当有足深的学习。咱伫学习吴威廉牧师，毋是伊拢对啦，因为无人会当拢对，因为咱拢是有限的做人，也毋是。但是咱伫学习吴威廉牧师上重要的，我即2礼拜拢在想，咱到底要学伊啥物？是伊顺坦上帝行伫对的道路啦，就是顺坦上帝伫众人内底迄个感动。迄个民主合议的制度，然后头前行到即马，已经1世纪有超过，也佫是真正坚定对的道路。这就是咱会当学习伊的。吴威廉牧师，伊知上帝呼召的是伊，就渡过遥远的海洋甲大陆，来到台湾。吴威廉牧师，伊无阁为家己来活，就为呼召伊的基督耶稣来活。吴威廉牧师，伊无局限伊家己伫牧师的即份，愿意甚至是建筑，也是其他的代志，拢来服侍，就逐项服侍拢有伊。吴威廉牧师愿意无逐项拢爱照伊的意思，就会当顺坦上帝的意思。亲爱兄弟，特别今仔日恁要洗礼，要信仰个别，要加入双联教会的兄弟，请恁爱会记哩，今仔日就是恁丰盛生命的开始。人若受洗得救，咱就做伙欢喜。今仔日也是正兄弟姊妹咱做伙定心日子的日子，互咱为着人得拯救欢喜，互咱也搁一摆。用咱的日子，继续上帝伫咱内底开始迄个新的生命，互咱会当安尼讲：我已经伫基督内底，我是新创造的人，我愿意为主来活，我愿意甲上帝和好，佮做劝人甲上帝和好，就互人佮较侪人当得到福音的好处。阿们，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是你伫创造以前就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赏赐阮得救的恩典，互阮得到新的生命。当阮伫遮搁一摆定心立志，愿意照你的话语甲你的旨意来行，互阮会当宣告讲：当活地无过是我，是基督耶稣伫我的内面活着，就我为国外的主来活，佮劝人和好。当得福音的好处，
来活出更活的新生命。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感谢杨牧师的信息分享。线接，咱来吟诗，继续咱的敬拜。圣诗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
者，刷者咱闭万心来奉献。请咱起立，三个来感谢祈祷。至亲阿爸爸上帝，主安感谢你，通过吴威廉牧师以及代代的传教者牧师努力打拼，互阮双灵教会徛踮这个所在百多年的时间，主安将一切荣耀献予你。主安在双灵教会是道部的精神的教会。嘛是海福音迄个祭物的教会，特别上帝，特别是今仔日是洗礼的日，特别上帝，阮恳求凭信心来恳求，第你用你的名设立双灵教会百多年的了后的今嘛，阮犹原有信心，因为阮知你会犹原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伫阮双灵教会。特别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金钱。担保，互你圣工来录用，求你祝福阮，互阮会当通过阮的日常生活工课来成做祝福别人的人，传福音的人。阮来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Oh
者。刷者，咱要来圣礼典，咱请蔡牧师来洗礼。咱即时要来举行圣礼典，咱请要接受圣灵洗礼，林马祥兄弟、甲王涵兄弟，以及信仰个别洪炳奇兄弟、吴静怡姊妹。周照碧姊妹，这个时阵来到头前。信仰个别就是已经接受过洗礼，伫外教派，所以今仔日透过信仰个别来正式加入咱的教会。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要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还未受天的特性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使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圣经中间，使徒行传也安尼记载。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阵，对众人安尼讲：伊讲恁着悔改，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交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这时阵牧师要对徛踮伫众人甲上帝面前的这5位兄弟姊妹讲，亲像彼得迄个时阵叫人着悔改，信耶稣基督，佮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今仔日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恁要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恁着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问题。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这个时阵，咱要来洗礼，请会众起立。伊马上，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王涵，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那个伊是信仰告白，哈，他已经接受过洗礼，哈。来，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佮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这时阵，你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员并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加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互阮用今仔日即个圣礼典接入你的囝儿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甲耶稣基督结连。来得到主的充满，永永远远踮伫你的内面。主啊，当因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因，互因会当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我也恳求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会当安稳伫你的厅内底，佮互因会当有气力、有信心。一世人来服侍你，亲爱的主，阮恳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会当更较明白洗礼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有时信心无够离开你的道路，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恩惠。求你帮助阮，会当完全悔改。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担了后，会当成做你尽忠的奴仆。愿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个时阵会众请坐。咱要请咱教会的牧师甲长老来用握手礼来接纳受洗礼者。敬赏礼物甲证书，这洗礼者。平息，来照壁来，这个是要放上面的。好。请你向后转哈，向后转。牧师来介绍一下哈。牧师咧介绍的时阵哈，请若是就是伊的小组，还是伊的较亲的亲友哈、朋友哈，拢会当起立，互大家拍鼓来欢迎哈。咱来看，对这边开始哈，是林马雄兄弟。来过是汪涵兄弟，好，欢迎，好。来过是秉持哈，黄秉持兄弟，
好，因为是盲朋友查经班哈，那个是真怡，好真怡。伊呢朋友伫顶面哈，是提摩太哈，提摩太小组哈。啊，来个是赵碧哈，赵碧姐妹，啊，这嘛是盲朋友查经班哈。好，啊，咱请回座哈，来那个来协助者哈，来赵碧哈。好，咱这个时阵要来进行小礼洗礼哈，请这个王思佳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就是王涵跟孙丽华。有人带细囝来求问耶稣，要互伊蒙印。几个学生接鼻音，耶稣看见就大无欢喜，大学生讲：用阮细囝来求问我，无伫今面，因为上帝国是这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所以虽然咱要受洗礼的细囝，伊也无明白洗礼的代志，但是耶稣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互的。上帝透过这个洗礼来引带因做上帝厝内的囝儿甲查某囝。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王涵甲孙丽华，恁带恁的细囝来到上帝面前，恁的细囝要接受洗礼，恁得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做信仰的告别，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得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栽培伊，互伊所行会当合伫上帝教会法度。你有要安尼做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会当守这个约。这个时阵，咱要来进行洗礼，会众请起立。王思佳，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照耶稣基督的命定，这个细囝已经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培传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着三甲分摊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伫教育领受坚信的，咱同心来为伊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你透过洗礼来迎接细囝进入你的教会。愿恳求你保护照顾这个细囝，施家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主啊，阮恳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互施家，引带伊会当平安经过囡仔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有隙，直到成年的时，会当家己告别家己的信仰，会当坚持到落尾。亲爱的主，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伫拿撒勒
捌过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好王涵、孙丽华因这对夫妇，以及所有照顾私家成长的长辈。求主帮助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细囝，通过你的疼，通过你的话来帮助伊伫你的内面成长。愿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咱有一个礼物要赠送互施家哈，来，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好，好，咱来简单介绍一下哈，王涵拄则打新年生日哈，个伊太太，个施家，咱拍拍来欢迎因。好，请回座哈，请回座。刷只咱来报告，咱掀开周报吼。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钟秀良姊妹在8月17安孝主怀，定为9月初1，即礼拜5上午10点，伫个台北市市立第2殡仪馆景永楼2楼至善一厅举行入殓的礼拜。9月初2，即礼拜6下晡2点，伫个本会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咱兄弟来关心、来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基督会的事工，咱教会实体的基督会要开始了。对9月14起，由咱的主任牧师蔡进道牧师来带领甲牧师团同齐来主理的基督会，时间是每礼拜。拜4暗时7点半到8点半，地点伫个咱的7楼礼拜堂。咱邀请中级、同工以及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参加，咱来经历上帝听咱祈祷的真好的迄个经验。请咱隔壁的好朋友讲，你若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阿们，咱来看一个影片。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常常感觉一般教会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的祈祷上过少，同时咱对祈祷所带来的改变也真少有误茫。圣经中间讲，恁得袂到，是因为恁无求，这实在互人感觉无法度想象。上帝听咱的祈祷，伊也答应成全照伊旨意所求的。相对咱的信心实在太少了。另外，牧师也爱大家明白，咱必须要了解，祈祷伫上帝的救赎计划中间，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果咱若详细查考《使徒行传》，咱会发现整个初代教会的扩展，完全是倚靠圣神的大权能。什么是促使上帝赐了圣神的关键？就是同心合意的祈祷。随着疫情渐渐控制稳定，咱的实体聚会也陆续展开。咱决定伫9月份的第2礼拜，就是9月14，每礼拜4暗时7点半到8点半，
伫7楼礼拜堂举行全教会祈祷会。伫遮牧师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为着国家、为着教会、为着家庭、为着个人来祈祷，愿上帝祝福咱。好，咱煞只补充报告吼，后礼拜9月初3，上午6点40到8点30分，中山北路有交通的管制，请咱兄弟来注意来关心，吼，会当提早来教会做礼拜。煞只咱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小会事工来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兄弟吼，有几位，第一位是陈湘娜姊妹，好，伫后壁，吼，伫后壁咱拍鼓来欢迎伊，吼，伊是高雄五福教会，来台北出差，吼，工作，吼，好，请坐。第二位，咱等下较介绍，因为伊是迄个魏牧师的迄个后生，吼。第三位那是吼，咱即个时阵吼，要介绍魏牧师因全家啦吼，请魏牧师的全家来到头前吼。咱有看到消息，就是咱已经通过监选，来邀请魏牧师来到咱3期的安养中心担任关怀牧师，今仔因全家吼来甲咱做伙礼拜，应该有一个因兜的相片吼，咱来看迄张相片吼，来介绍一下吼。魏牧师吼，伊是应该算做牧师的学长啦吼，伊比我较早对台南新学院毕业，然后伊受派伫迄个杨梅教会伫遐做传道师，然后到瑞丽，然后到南台北纪念教会，伊整一个牧会的所在就是艋舺教会即主任牧师，咱真感谢上帝，咱会当邀请到因全家来参与伫安养中心的服侍我来介绍牧师娘雷关牧师娘大汉后生魏牧民魏牧民，甲因的孙孙叫做魏雨石因的新妇叫做郭婉婷这是大汉后生魏牧师大我无几岁已经做阿公我毋知有机会无啦第二后生魏宏道第三后生魏颂恩咱来持续来替因祈祷，互因伫遐当做美好的服侍真做遐老大人甲员工真好的祝福。牧师要大家提醒，伫9月17下晡3点，9月17下晡3点，咱要举行魏牧师的就任礼拜所以请大家准备心来参与来做伙来为这个家庭祈祷，愿上帝亲自赐福。咱个拍鼓来欢迎因。另外，咱中间毋知有新的朋友拄则无介绍到无？好，欢迎拄则介绍的这新的朋友，等下会当去到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多谢。刷接，咱来唱信息516首，只是礼拜特别刷，请起立。
咱做伙来领受祝福。愿恁重新立志，带着主内底的气力出去，就进入你所生活的现场来成做伊荣耀的见证。见证讲，咱拢是伊的囝儿，阁是主的门徒，带着新的性命，要成做改变世界的人。愿你咱咧做的时阵，主耶稣基督格外大气力。圣神真理的引带，天父教义的稳定，甲恁三个伫地，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请坐，欲倒谢阮强受切恳。